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4月2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沿海渔民今仔日前往市府顶前，讲是禁止因9个月未当出海掠鱼，到底是要如何生活？不过农业局回应，这是错误的讲法。来自湾里、喜洲、昆生、安平、四草、土城等地区的沿海渔民，伫前议员李文正以及议员李启伟的陪同，摕着抗议的口号，来到市府顶前，表达因的不满。阮要求的是要一碗饭吃尔啦，诉求都袂当讨海啊！拄因要讨谈无法度啊，伊讲禁啊，出去就是要抓要罚啊。即卖规定就是要罚啊！你讲禁3个月，禁哪会咧？去700，安尼阮迄阵都风台大用咧，要叫阮出去死哦！今仔这渔民呢，行来到市政府顶前啊，表示讲市政府无来重视这渔民的生计，所以因今仔日水因若皮工，因无法度活落去，因无法度活落去，因才会来到这个市政府来这顶前。议员李启伟表示，禁止渔民出海作业，不但无法度解决问题，颠倒会制造渔民甲科民双方的纷争，要求政府应该有更较好的管理配套，创造双赢。针对今仔日因这渔民安尼骑出来就是因阮拢活袂落啊即摆咱政府安尼甲因禁止就当3个月当出海安尼掠鱼尔这对因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嘛尤其是佫是7、8、9个月这是台风的季节因出去到外海，迄是非常的危险的。因的渔业执照嘛是沿海、近海渔业结果煞爱叫因甲
这百几海里以外吼，才会当去作业，才会当去迄个讨价吼。这是对因非常非常无合理吼，嘛无公平吼。阮今仔日有哪希望吼，这迄个政府应该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办法，好的一个配套出来吼，毋是讲一味的一个禁止他们的一个生存权迄个伊的一个工作权这颠倒只是有问题安尼佫较复杂佫较严重产生佫较大的一个问题。市府农业局表示，每当10月到隔当6月是蚵仔养殖期间。自103年开始禁止农具渔船去年岸边1.5里内海域作业，为顾全渔民生计。伫去年也曾经试办开放，但也是发生科病锚定绳被挂断，造成80科病损失，因此才停止开放。另外，针对无予渔民出海指控，农业局也表示根本是错误消息。我们每年在10月到隔年的6月，这个区域有企鹅仔业者，他们原则上这2种渔法是会冲突的。就是笼具的部分，他们的作业就会靠近这个蚵棚、蚵北，因为蚵棚下面有很多钓了那个牡蛎啦，里面就有一些，比如说奇亚啦、凤螺，他们就在那边作业。他们作业完之后，就是有很多的他们的笼具啦、绳子会跟蚵棚相纠结他们原则上，在我们去年时候，我们为了这些笼具跟翅膀业者的生计，我们在去年也有试办，就是开放他们让进来5海里以内3个月，是在去年的12月4号到隔年的3月3号，这段期间有让他们进来过。进来过，这个进来他们那是养科笼，他们也同意。可是试办的结果发现，科笼跟我们回报，他们总共有86棚的蚵棚，结果还是被这个所谓的这些的业者、笼具的业者翅膀业者把它割掉，造成蚵棚的流失损失所以说原则上目前就导致这些那个所谓的蚵棚的科笼，他们坚决反对我们在做试办这个3个月的这个状况了刚才他们诉求说，我们限制他7、8、9 10月不能出海，这是完全错误的解读原则上，渔民他们在这个期间是可以出港的，我们并不是说他不能出港，他只是不能进来这一个海域作业。农业局表示，后续会了解农具、刺网渔业以及蚵仔养殖渔民各方面团体建议，汇集多项意见了后，再再行演绎。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台南有一款文化观光所谓一种平台，受到袂少人的欢迎。今仔日特别伫树顶大天后宫举办宣传记者会，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乐游台南文化观光所谓集中平台，甲第11卡通发布记者会，24日伫树顶大天后宫头前登场。活动特别邀请到保庇天后王彩华再来精彩歌舞表演，炒热现场气氛。除了精彩表演，现场贵宾云集，包含副市长叶铁山、文化局长谢世恩、地方创新基金会董事长陈美玲，以及议员李启维、陈怡晶、沈振东、余柱清，也拢亲临现场，做伙见证乐游台南平台正式上线。请启动，我们漫步台南创新飞盘。台南是个文化古都，但是台南也是个科技新城。但是那个科技新城不应该只有南科，也不应该只有 TSMC， 而是说我们能够如何把科技带入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文化也好，观光也好，让所有的在地人以及来到台南的所有的外地人来观光的、来体验的人，都可以利用科技，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拥有很好的记忆跟很好的回忆。之前就有希望说。邓执行长可以在台南400年，为台南在科技上有一些的连结，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个邓执行长在今天就发表了这样子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平台，那把最新的这些科技融入到这个计划，透过我们的数位票券，或是我们目前的这些所谓的交通电子卡，乃至于所谓的电子支付等等。那把它串联在这一个平台上，那变成说线上线下都可以
来旅游台南。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县市，或者是哪一个国家来玩，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跟赤坎的澎湃商圈结合，大家来这附近玩就会发现，譬如说我们左前方的冷嘎饮当归得，它的门口贴了一个小小的 QR code。其实你发现那边有 QR code， 你就把手机拿出来扫一下，你就收集到了这个集章。我们会藏在很多游客可能会经过的地方。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导引游客到各个县市政府他们想要游客去的，慢慢卖吼，大概游客来，好像吃美食打个卡就走了，太可惜。我觉得太可惜，我们一定要善用这一些非常好的数位工具。乐游台南文化观光所谓各种平台，串联台南的美食甲景点，并延伸10日旅行、10日美食、10日生命等3大主题，让参加平台民众会当按图索骥各种换好礼，透过科技方式达到行销观光、促进消费的功能。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位伫南门路的台南市场官邸，由王品机械中餐品牌进驻营运。开幕当天，除了发表限定菜色，嘛邀请副市长赵清惠回来用餐，将小鸭一片一片切落，互人看了嘴软擦擦的。不管是蔬菜外皮混着白糖，也是甲鸭肉放伫安平虾饼、关庙王来顶面，拢相当好食。有特别采用了我们台南关庙王来去做成的特殊的酱汁。那另外呢，还有沾这个所谓的白糖来沾这个皮，脆皮，那吃起来非常别有风味，而且很特殊，很惊艳。台南市场官邸委外营运，由王品集团机械品牌进驻，除了推出侪限定菜色，阿维米糕、汤圆、豆干以外，更加环境重新大改造。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重新改装之后，然后搭配上我们莫老师的画作，把我们6甲的火鹤还有蝴蝶兰，都画在我们的壁画上面，让我们的整个官邸店看得不一样。为门店当中，就当看出满满的好声味。也正伫开幕期间，嘛祭出侪优惠，欢迎市民朋友前往品尝。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夏天将要来到，袂少人拢会去耍水。不过台南市立游泳池业者因为成本压力，最近提出起价申请，先发新市的公立游泳池，毋是流标招无商，就是营运成本的考量。营业时间无固定，袂用咧满足民众的需求。天气热去游泳池消暑，去年开幕的台南市立游泳池门票只要应价价相当亲民。也毋过这一站水电、人事成本，大项拢起，业者食袂消，拍算要来起价。在各项成本、经营成本都在上升的状况下，我们的票价基本上是维持在大概是10年前的水准，基本上只有对于室外的部分，室内的部分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去做任何的更动的。镜头来到成华公立游泳池，有8条50米标准水道，各项设施齐全，却因为救生员无够人，目前营业时间是为下晡开到暗时啊。不过民众有无同的声音，应该如何调整有困难。一档啊，要了330几万啊！以中间不休息为原则的，今嘛好透早的放弃啊，无开放。下晡1点到7点半，甚至有的人讲啊，甚至到8点9点，这个可能难度。先怀季节有开，新市的游泳池招标无顺，无对外开放。上画都已经开了，我们其实还没开，对，真的有点可惜。那个卡还没用完呢。今年我们3月16号就开始标了标到现在，就上网开始标到现在已经标了3次了算咧，一档门票的收入大约40到50万，不过营运成本加起来需要150万。等于开门做生意就会了钱。有在地人士建议，会当由体育局统一管理，也是甲在地大学结合，莫互自乡镇自造游泳池的建设变作负担。台南新闻所怀采访报道。台湾在地品牌立工坊除了打造独一无二的造型工艺品，除了伫台南有观光工厂以外，即马嘛伫大安北开设专柜。
一座座精致且独具特色的雕塑工艺品，栩栩如生地展示在百货橱窗。绿工坊每一件作品都展现出设计师独有的风格和故事。有几个国外非常有名的设计师，这是我们 Lily Thomas 的设计。那他很强调的就是他的这个月亮花仙子 Amy Brown， 他是花仙子设计师，它的颜色可以看到它其实很鲜艳、很亮眼。我们在台湾是独家代理，那这是 Lily Thomas 跟 Ansel 也是独家代理。与多位奇幻设计师合作，将梦幻世界注入工艺品之中。作品主要以龙、精灵和花仙子为主题，以冷瓷为材料，能完美塑造出细节，不管远看或近看都相当精致。每座雕塑都有原创性和独特性，更强调一条龙服务。从设计端到我们包装设计，到我们打样，到制作生产，一条龙。然后我们还有国外的通路，我们会去跟国外的我们客户去谈合作，然后去把我们的设计师的产品去推广到国外。柜内的每座工艺品，无论是作为收藏品或是居家生活品，都相当合适。绿工坊将持续扩大市场，为客人提供更多优质的作品和服务。记者邱怀台南报道。家人全新的公益青年电动机车方案引起不少话题。侪有兴趣的民众拢会特别去看车比较，评估家己的需求，做出上好的选择。记者会现场，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特别说明，针对议会对公益电动机车方案的建议，市府从善如流，希望做好基隆近零碳排，并回应民意，把市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优先。这次条件放宽的专案，堪称全台力道最大、最优惠的补助方案，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更有感。我们非常谢谢这次基隆市议会不分党派的议员对于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的关心。那我们也在3月29号会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炉，也非常谢谢议会在这一次议会期间，针对我们的月资费还有相关的门槛，都许多的民众也都透过议员表达，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放宽。所以在3月29号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具体的放宽的相关的计划。首先呢，我们目前的6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同时呢，我们还特别提出了2种资费方案，是直接降到0元。换句话说，民众除了车体本身就已经免费之外，他如果选择这个0元的月资费方案，未来他的月资费也都不用再付钱。同时呢，为了鼓励汰旧换新，我们也希望民众这个能够汰换他家里的老旧燃油机车，如果他愿意提供的话，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这一个补助金。那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放宽了相关的申请年龄，这次议会也很多都提到了这个部分。我们的申请年龄在基隆市的市民会从20岁到45岁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所以呢，也请大家符合相关资格的申请人，能够在3月29号以后尽快来申请加入我们基隆市电动机车的行列。这次也邀请到出生于基隆八斗子、粉丝超过55万人的新生代 KOL 许悦担任活动代言人。他觉得这次的放宽条件相当有感。对我个人是觉得呢，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所以呢，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骑机车上学啊，或者是到各个县市去旅行之类的。那基隆市推出的这个方案，真的非常适合年轻学子们。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也特别强调，很多年轻人反映没有旧车可以汰换，因此这次也放宽了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的计划，我们有一个条件是大家要提供一辆这个老旧的燃油机车，在3月29号之后。无论您家里有没有燃油机车，您都可以来申请电动机车相关的补助方案。但是如果您家里面有一辆燃油机车是可以汰旧换新的，那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万块的汰旧奖励金。如果民众想要知道最新的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补助详情，可以洽询环保局的服务专线。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左营半冰山后巷的登山步道本地是旧的踩空道路。不过最近有人发现，这条路变加好行，边嘛做了排水道。李长讲希望雨伞恢复原本的样貌。
沿着半屏山后巷的登山步道，除了前面有一段木栈道之外，后面就是水泥和碎石路各半。再往上走，水泥路越来越平整，变得好走许多。登山民众都大声称赞。他现在修得很好了，他就是以前是那个 logo 旧哈那个造成高高低低啊，有一些老人走路都崎岖不平很容易摔倒。因为现在的人体力很衰弱。经常要叫救护车，救护车要上去很简单。对，当初它本来就有个基本型的水泥在那边，就是要让救护车上去。除了登山步道变平坦好走之外，道路两旁也砌出了排水道，步道中间还有节水沟，可以让雨水导入排水道，再汇入下面的治水池流到山下，步道就不会积水，土石也不容易被冲刷。以前这地方没有做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一下大雨，那这里就变成一个长江黄河，都是黄河滚滚这样流，那土石就跟着流下来。那现在这样改善之后，当然一定是非常好走，而且他有注意到旁边能够让那个岩石啦、落石头可以沉积在旁边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很理想。那以前的话是把整个泥土都被带走，那现在它是这样子很好的。原本这一段后巷步道是旧的采矿道路，布满珊瑚礁岩，非常崎岖难行，有点像考验挖冰的天堂路。现在整平之后，一路上来可以欣赏到半屏湖，还有高铁、台铁等铁道设施，要登到山顶也会加快许多。那其实因为我们看了以后，确实是造福我们这些来登山的这些的市民，那相对就是提升他们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安全性嘛，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的一个几十年来。总算看到稍微有一些改善的一个步道休闲的工程的，这个是很好的休闲活动也可以疗愈看赏鸟什么之类都可以除了步道和排水道改善之外，里长还希望相关单位能够继续向银合欢等外来植物移除，多种一些台湾原生种植物，而观景平台的杂树也可以定期修剪，方便民众休憩赏景。像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做一下规划，就把它变成一个把那一些树杂树稍微修整一下，可以从这边眺望到我们的莲池潭的美，也让我们这些市民知道说，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是哪一些的。种科啦、品科出来。半屏山是北高雄一处绿色瑰宝，因应台积电等科技人才进驻，将一旁的半屏山登山设施进行改善，让大家更容易亲近山林，享受大自然。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桃园市圳头国小伫自由自责课厅当中，结合麻港教育、含二手刺桃米图书馆，带学生动手制作艺品。唔那得到全国赛肯定，嘛培养囡仔发挥创意的精神。在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小心使用机器来为木板钻洞，准备最后的组装。这里是桃园市圳头国小，今年学校在高年级学生的自由制造课程中，融合特色木工教育以及作为二手玩具图书馆北区物流中心的优势，带学生一起动手做木育玩具，并在日前参加全国金醋比奖木育玩具赛，一举斩获多项大奖，让全校师生与荣荣焉。组责的老师也说明课程规划，希望同学们体会实作乐趣。那他本来的目标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做。近期就是我们有在推一些木工类的一些作品，那刚好学校也有一个二手玩具图书馆，那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就结合木工跟玩具，就把这两个融合在一起。所以，然后又得知就是有一个木育玩具创作竞赛，就想说，那让小朋友就是也有一个机会去挑战一下这样子。前面已经让他们练习使用软体啊、雷切软体啊，就是去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制作，然后目前也已经完成了一些。钥匙圈，然后木盒。那接下来呢，就是还是以木工类为主体，只是我们会结合进其他的媒材，比如说二手玩具，然后或者是其他塑胶类的一些那个素材这样子。最后都是希望说，不管是做一个玩具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成品，但是就是让他们从这个当中，就是他们可以学会除了技能之外。
就是他们可以自己从体验当中去完成一个成品这样子。希望这最后他们是真的可以实际的运用在生活中。校长也表示，先前学校师长曾参访日本东京玩具美术馆，对沐浴玩具留下深刻印象，又与学校特色相符，因此特别借重老师们的专长，推动相关课程，希望培养正统的学生们不仅有一技之长，未来也能发挥动手做的精神，实际应用在生活中。那现在来讲是一个 SDGs 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目标。那其实回到这个原点，我们办教育，我们就要永续。那刚好正头国小是桃园市的二手玩具物流中心的北区中心，那有这样的这个资源进来，我们有个物流中心在这个地方，所以小朋友呢耳濡目染，常常就要去做志工服务，卢婷老师就会引导啊，这个要怎么玩，这个要怎么玩，然后再把木头的元素加进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idea。再搭配到艺队老师，我们就买了几些比较便宜的机器，让他去试做。有了试做的课程以后，再去搭配小朋友怎么玩，要去开发他们自己的创意，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个元素出来。希望孩子能够动手做，动手做到创意的课程，发挥他创意的部分，这个才是我们要教育的一个精神。正统国小学生们从零开始学木工，在老师的引导下，敲敲打打挑战制作木盒，甚至是沐浴玩具，都得到亮眼表现。不仅实践制造课程的精神，也意外为校争光，更发展成特色，成为学校亮点。记者林婷台湾报道。感谢你收看4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春怀，咱再会。